好来，乡亲啊，民间有咧流传哦，讲食啥就补啥。譬如讲食这个乌麻啊，食乌豆啊，食乌木耳，会当互白头毛来反乌。这倒是有影无影咧。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 就今日变白头毛看起来，敢若比昨更较济，啊是安怎？明明还未40岁，是安怎会白头毛遮济？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基因啊，有些生活的压力，还有睡眠，这都会有影响。 民间流传的偏方，教大家食乌补乌，像讲食乌麻啊、乌豆啊、甲乌木耳，讲这乌色物件会使改善头毛质，甚至会使让白头毛变乌头毛，敢真正有这神奇？那所谓说，我们说是不是能够吃黑补黑哦？确实这是一个迷失。会增加像这样的状况的话，我刚刚有提到是说像压力啦、饮食的习惯等等的，因为这些呢所谓有的自由基发炎性的物质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黑色素细胞，去产生少一点点的所谓的转换成黑色素。那已经长出来的白头发有可能再变黑吗？基本上机会不大了哈，因为基本上它就是底下的这个所谓的黑色素细胞它已经老化，它的工厂已经不大在做工了，就没有这个足够的黑色素产生。若是体内欠这个转化做乌色素的酪氨酸，那你就真够形成白头毛。啊，这个酪氨酸如果存在伫真侪蛋白质的食物内面，已经发出来白头毛，虽然讲无度变成乌头毛，因为伊原会使挖苦食食，好白头毛莫搁发遮济。一个是蛋白质，然后另外就是维生素 B 群里面，那尤其是生物素特别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含锌跟铜的食物。那这4大营养素其实对我们的头发健康是必要的，所以包括像我们要吃一些比如鱼类啊、蛋类啊、奶类啊，甚至于海鲜的部分，其实我们建议都要吃足够。民间也有真侪有关白头毛秘书，像讲带一支白头毛就会发3支，以及一夜白头的讲法，这拢无遗害禁忌。 讲到白头毛，除了无多将阿个遗传因素，伊原会使挖苦放松心情，困到把面甲平衡的食食，达到改善的目的，唔通为了3000烦恼丝，是乌是白，增加更较侪烦恼。